09年第二題，咁盧先生負責學校嘅 IT 項目，咁利用一個系統叫 DMS 嘅文件管理系統，將以往20年用打字機打印而成嘅試卷呢就儲存起嚟。咁個程序分開3個步驟。P1 向老師收集試卷， P2 將有關試卷轉做一個電腦檔案，例如將佢 scan 咗啦。咁而 P3 就將啲檔案備份，將佢做 backup。 A 咁略述翻盧先生佢會用以下嘅處理模式會做啲咩嘅工作呢？第一，實時處理，即時嘅。咁第二，成批處理。咁例如呢 P1 呢就係呢個成批處理。咁佢收集老師試卷嘅時候呢，佢就唔會攞收一份做一份嘅，係一段時間之內呢收好晒之後，然後先再作處理。咁所以呢個係會經過一段長啲嘅時間。咁而實時處理係即時嘅。咁例如 P2、P3 呢就會將收到翻嚟嘅試卷呢，就將佢 scan 咗，係即時處理噶啦。咁另外第3個做 backup 亦都係呢 P3 都係實時處理啦。問題 B， 咁假設試卷係需要喺 P2 即係將佢轉咗個電腦嘅格式嘅時候呢，就會再將佢交俾一個文書處理器，例如 Word 咁去做個修改編輯啦。咁所以 DMS 呢個系統裏面呢， P2 應該提供啲咩嘅功能呢？咁答案第一就係掃描啦，咁第二就係 OCR 嘅 function， 將佢轉翻做啲可以編輯嘅文字。問題 C， 無紙辦公室呢個概念除咗可以慳字之外，仲有啲咩好處呢？咁個答案就係可以共享翻嘅資料啦。scan 咗嘅檔案呢，我哋可以大家互相可以 share 嘅。第二，可以節省翻個辦公室嘅空間啦，咁同埋可以減低個成本，提高個生產力。因為我哋睇文件嘅時候呢，我哋可以搜尋啦，個時間可以快啲。咁每份文件經過 DMS 去轉換咗之後，即係 scan 咗之後呢，咁會俾翻一個連續嘅同埋一個獨有嘅文件編號佢嘅。咁而且呢，會有一個報告出翻嚟。例如呢，08年嘅11月22號，咁有個教學助理將一紮文件呢就處理咗。咁個報告呢就係咁噶啦，有日期啦，有個文件嘅編號，開頭係01嘅，結尾嗰個係118。咁文件總數就118件。咁 A4 嘅單面雙面有幾多頁呢？咁有個 report 好清楚噶啦。咁喺報告嘅當中呢，有紅色同埋粗體嘅字呢，就將會儲存一個數據庫裏面嘅。咁邊啲資料係最重要，邊個資料係最唔重要呢？咁最重要係個日期啦。咁最唔重要係個文件嘅總數118，因為呢個數字本身其實我哋可以用翻呢兩個文件編號相減呢，就得翻呢個答案出嚟嘅。咁所以呢個就算我哋唔記呢，都唔緊要。咁除咗上面嘅資料之外呢，有啲咩額外資料我哋可以儲存嘅呢？咁答案就係教學助理嘅用戶名稱個 user ID 呢，另外硬件 ID 呢，用咗邊個機器去做 scanning 啦。咁另外學科編號、班級、程度、年份、負責老師等等。咁有關文件製成咗電子嘅版本啊，個副本 soft copy， 咁個 hard copy 嘅硬複本又已經冇用啦。咁學校可以點樣處理呢？咁答案就係我哋可以咧環保啲，將佢回收啦，循環再用啦，亦都可以將背面未曾用嘅地方、空白嘅地方，亦都可以再印嘢或者再寫嘢嘅。咁甚至最尾我哋可以將佢文件緊要嘅，我哋可以將佢銷毀。